后来，即摆即个新冠病毒的预防社也是一剂难求。即个中央公布的第二类维持防疫体系运作的中央甲地方政府重要的官员，优先来注射造册名单。讲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甲嘉义市这4个县市，竟然就占总数的73%，引发着争议。其中彰化县上侪有8238个人，彰化县政府是出面来驳回，讲这是因为甲林长嘛列入着名册关系。林长一间一间去发注射的通知单，不过目前中央认为林长袂使列入去第2类，引起争议。希望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关心着小老百姓的心声，大家爱公平。岁数也比我们大很多，所以其实让有需要人先住这样子啊。根据中央公布的第2类维持防疫体系运作之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先注射的名单内底。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这4个县市就占总数的73%，其中彰化县8238人上济。他们实际都在执行这项村里的防疫工作，尤其是造册、通知以及意愿调查。官府讲，专官有要到成为林长，原本无伫第2类当中。后来台中市身体专区的林长注射，其他县市嘛拢对咧身体林长注，才造成第2类增加。因为爱定定甲里民接触吼，嘛是爱先拍一个。少年仔足侪还未住吼，我希望讲让因先住嘛，无要紧啦。虽然林长已经封来做先注射的对象，不过嘛有人感觉讲家己已经注过一剂，应该甲机会让予也未注射的少年人。目前疫苗一剂难求，安怎做才符合上大效益？中央和地方政府拢真伤脑筋。